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西緊，今日嚟開 CX0504，落一個先。就係抽抽包入面抽嘅。我要一個套餐，排骨麵，要酸辣湯底，小個箱好難開啊！粉絲，係咪可以？因為今日有啲忙，所以我就出咗去。燒紙。亂入。我哋嘅980，厚厚一嚿嘅 K 族還好吧，90零件都算稀有嘅。而家就組裝啦。我哋嘅獅子啦，等陣返到去就開始實測啦。3、2、1 go shoot！龍爆人，掉窿獲勝2-0。3、2、1 go shoot！巔峰停轉獲勝2-1。3、2、1 go shoot！巔峰停轉獲勝2-2。3、2、1 go shoot！紅絲巔峰停轉獲勝3-2。1 go shoot！紅絲巔峰停轉獲勝4-0，恭喜紅絲巔峰獲勝。